台南北河的山内嘉比防检举讲违法挖山来设停车场，佮违法进行动物的展演。最近有囡仔去互马咬伤，台南动保处嘛表示讲会依照动保法来处罚。这里局嘛要求业者在2个月内开放附近的树林甲食物。主打亲近自然，听大自然声音，伫台南北河水库做来水保护区内山地嘉比，吸不少游客来打卡。啊，毋过煞被检举违法开发，开山边去停车场，甲无动物展演许可。最近佫传出有囡仔互马咬伤，安全甲违法问题佫引起关注。开过至少2、3次记者会，可是发现业者这个胆子越来越大哈。那胆子越来越大，我们严重质疑是谁在撑腰。今年4、5月，环团阁发现业者涉嫌收钱，互游客骑马，无充足防护设施，互人看甲是心惊惊。但市府动保处表示，已经违反动保法，会依法开罚，至少5万起跳。那在卖胡萝卜都怎样这个行为？那当然这样的话，他还没有取得那个许可之前的话，他去做这严厉行为，我们当然依动保法，我们会给予开罚。环团真济摆现勘了，佫发现停车场面积愈来愈大，业者佫将烟熏废弃物向山坎内底拼，要求中央主管机关督导，但市政府依法处理。市府调查发现，早伫107年已经罚过业者，毋过最近佫定来。未来我们也会针对这些比较违规的乐区去做一个卫星影像监测的部分。台南水利局表示，因为业者是再犯，会限期2个月内恢复原来样貌。另外，因为勘涉私人土地，目前已经由保安警察总队调查。动保团体是建议中央主管机关除了爱强化稽查，也爱公开违法甲违规名单，也有处分的结果，才阻止动物展演的乱象。公视新闻台北报道。